同學，唔敢啲，因行人食嘅鹹菜地度沒有烤好噶。很大條嘅芥菜，用罴味鹽就會變到又焦又變嘅鹹菜咯。就用係芥菜，用做嚟做鹹菜，又做嚟做泡菜，還做嚟做泡菜乾呢。根本呢事件做得點正先生，會教大家教唔是用嘴，咪做嚟盤結果一個遊戲，還教唔教面團啲水地度泡起來嘅細木梳。最旁邊那個是你變聰明了耶！老師，本來笨嗎？唔但這樣用，根本呢還用慢奶路前嚟讀嘅亂，體驗真聽話嘅原理喲。倘一落到那個口號名詞，根本呢會變到乜個簡單又好嘅遊戲咧。由客家教口號，按上課咯。芥菜，哇，很強哦。安尼，也係嘛個？鹹菜。你們知道這個菜是怎麼變成這個菜的嗎？這個變化裡面有很多科學原理哦。我們現在呢，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師來幫大家講解，好不好？我們歡迎曾老師。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鄭清強，台北市東山高中8號新生。就會用神奇嘅上課方式帶出生活8學，係學生性感度頭頂嘅欣賞哦。曾老師，我們都知道鹹菜是從這個菜變成這個菜，可是呢，我們都不知道裡面的科學原理是怎麼樣的過程，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？好，詩景啊，我剛才有聽到同學知道芥菜是怎麼做成酸菜的，我們是不是先請同學來發表一下芥菜是怎麼變成酸菜的？來，同學。一開始收成的時候，把它全部收回來，然後在第二天的早上再拿去太陽比較大的地方曬，曬到晚上的時候就再撒一點鹽上去，然後再踩一踩，然後再拿個石頭壓下去，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時候，那個酸菜就會那個汁會跑出來，然後那個鹹菜也會變紅色。詩景啊，我們現在來先帶同學來了解一下傳統的芥菜是怎麼做的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出發，走啦！走。關係嘅體型點點嘢都有山，看起來就像半個形呢。有韓國關係嘅環境種芥菜最好食，不說鹹菜風就變做關係這個老體名。曾老師，你好。你好。朱英發，新竹縣關係鎮農必鹹菜提供者。自家研發出真空包裝，本關係鹹菜做得行銷全台灣哦。但係我個人嘅世界，關係啊，米家米戶都無限啲嘅做芥菜。關係嘅呢條當酒，還有九江風，難怪呀特別嘅鹹菜味特別好食咯。安尼炸好了誒。係先一條洗咗呢，就丟丟過嚇，就洗過嚇。洗過就變落暗光去，一清蒸，一清菜，清蒸清菜，哦，但同時啊，佢蒸加落去啊，要會出水啊，嚇，出水嘅菜唔會變破起來嚇，就清淡。哦，那為什麼要加這麼多鹽巴，然後菜裡面的水才會出來？其實是這樣子的啦，因為你加很多鹽巴哈，會造成它裡面的一些水分，因為滲透壓的關係。滲透壓。對，滲透壓。因為像這個芥菜，它這個葉柄的部分含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分。那你加了鹽巴以後嘞，裡面的水分會跑出來，然後造成一些脫水的狀態。那這樣有助於保存。全部嘅成分都係由細胞組成嘅，細胞外部有細胞膜，細胞膜就像一種刀形嘅樣嘅，將做啲本水，讓微小分子自由嘅存入。似乎嘅細胞膜嘅內外啊，有兩種毛球用牛頭嘅水溶液，按樣就會產生粘條嘅擦片。廿個時節啦，牛頭大嘅葉片，水就會流到牛頭高嘅片去。按樣兩片嘅牛頭就做得平滑。你說，
沿路咸菜嘅时节，芥菜内嘅水分就会因为粘头嘅差别流出细胞。按样，芥菜老细菌就会脱水，世界东西就做得变下久哦。游戏开始喽！第一步，我会拿出一支蜡烛，一只空杆呢，一粒卵，一支油嘅竹竿，一支剪刀，还有一只赖达。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颗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选择比较钝的这一边，然后把蛋壳剥掉。锵锵老卵哥哥啊！水体嘅卵壳留佢粘起來。而留得完整的稀释，才是真口感哟。那剥完了以后呢，就会大概像思锦姐姐这样子。来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所以现在来开始来。可以吗？还好。出来，它剥多大？哦，这样大，一元一倍多大？有那么大？大一点点。那你杜布卡有没有煎过蛋？有啊，有好有。那你嘅技术，哇，真是上这个地步就当然了呢。不过同學按樣聽來聽去，當然就做好了耶。哇，洋洋好贤惠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图钉在蛋壳尖端的地方戳洞，戳大约多大的洞呢？戳到让这支吸管可以插进去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用蜡烛滴蜡，把空隙的地方把它补起来。那呢，这上面有没有比较尖的地方？你刚刚剥壳是这下面嘛，对不对？翻过来，这上面的地方用图钉戳洞，然后要戳多大呢？戳像吸管，让吸管可以插进去的大小。戳不进，用钻的，慢慢来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怕，小心小心，慢慢来，这样子才能转得慢。很硬耶，要不要先拿？哎，看到吗？它不会爆掉吗？嘿嘿，我哋司機冇撈開，一擺就做成嘞。唔是冇看呀泡泡嘅龍殼冇哦，我做係用邋遢嘅殼，所以當有耐心嘅耶。空裝好過後啊，可以拿蠟燭留喺殼面下來，我注意做唔到要碰嘅哦。哦吼，快睇咧！最近姐姐的吸管烧断了。那你给吸管掰开啊！来，哦，可以，夠貨，冇聲音，嚟，溫記。大家總算做好咧，呀哈，然後空乾呢，乾後留佢剪片，變咗兩個大粗哦。雖然唔是留空乾你嘅乾後留佢剪開來，仲用未做得做兩個大粗，不過然後乾你嘅後剪開過後，留水裝落去，兩個大鋪啊，就做得剪到鹹啊多嘅水，按樣定下嘅體驗就會嚇成功哦。好咧，大家做好忙啊！呀哈，俺就做得拿彩色筆，你亂後下次個個名，到底定下來冇用乜嘅變化呢？同學，你們做的蛋呢，等一下會有出乎意料的變化哦。遊戲地圖亂大鋪間膜，隔開內外兩種膜，都用流出嘅水溶液。因為粘條嘅差別，水就會流到亂地圖去。亂網配我來提子夾乜去，前面就會俾佢夾出竹竿咯。哦，原來粘條啊會產生暗神奇嘅變化哦。一下一直到發到將嘅亂擺鬼臉。等4分鐘看啊，看大家嘅亂有到成功就到竹竿地個希望啊。这个是蛋白，哦，不相信你要不要吸吸看？
我吸吸看吗？现在吗？很补哦。可是我比较喜欢黄色的那个。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是蛋黄啊，它插到蛋黄里面去了啦。哇，那这个最高的是哪一个同学 ？Apple。有看到蛋黄在上面，然后升得这么高，成功！你要不要跟同学讲一下你做这个蛋的心得是什么？得奖感言，得奖感言，说，就是下面的膜差一点就破掉了，然后上面就是差一点就要破掉了，要很用力，可是又不能很用力，就怕蛋破掉，这样。但是现在看到这样的成果，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，很高兴？有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恭喜他。老师，你看，为什么这个没有升上来？这是里面没有蛋清吗？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呢有一点透明的液体跑出来？对，因为它并没有用蜡油把它完全密封起来，所以这样子呢，里面的压力不够大，蛋白就不会被挤上来。不过迄个用蜡流落密麻，如果个压力拉太，用竹竿低度嘅乱网就会变到黑高。哇，冇想到看唔到嘅粘条啊，係很神奇嘅东西哦。你鹹菜地度還有乜嘅可好原理呢？咸菜做完了以后，再多几道流程，就可以形成不同的产品哦。哦，係哦，做得啊，香港哈，也係鹹菜乾，鹹菜乾，鹹菜乾，梅菜干。哇，真見到香呢！周老師，原來俺很細嘅時間食嘅梅乾菜就會用亞做嘅哦。也係梅乾菜，也係鹹菜。留đủ好嘅鹹菜啲暗光地度拿出來，鹽咗按用，要鹹做地繼續曬到走，就會變到當有樣嘅泡菜乾哦。愛食嘅時節啦，將個留嘅用水浸過，佢會慢慢地裝起來，按用就做得咯。唔過要留可好，又有乜嘅關係啊？石井啊，吃梅干菜之前要先泡水，对不对？對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把这张纸折好以后，我也要把它泡水哦。老師，你要吃那張紙哦？不是啦，你先看看它泡水後的變化，會有什麼變化呢？哇，老師你看，紙打開來哎！哦，當然咯，那是因為紙裡面的纖維啊，吸水而膨脹，所以它就打開來啦。哦，像睡蓮一樣這樣慢慢的打開，原來是因為紙裡面的纖維升值咯。哇，師姐，你變聰明了耶！老師，我本來很笨嗎？好，那我們現在讓同學趕快玩這個遊戲。好。了嘅紙有冇自家打開嚟嘅托裡，也係演做嚟搞遊戲咯。所以準備一滴水，撈幾種嘅紙，撈紙嘅四隻角頭紮起來。唔過想辦法，本紙啲水滴度打開嚟嘅時節，唔只有順序，一隻角打開來，按用真相樣哦。按用慢裝就好，大家上困難哦。你喊不喊，它就張不開了啦。3、2、1。嗨！哇，真的按顺序起来了耶！哇！怎么用顺序拍的？进水了。大家吃了一種又一種嘅紙，也係冇辦法控制紙打開嚟嘅順序。看起來很簡單嘅遊戲，而成功啊是冇按過嘅喲。呀哈，司機再落嚟大家講正確嘅習法，按習嘅時節啦。採用一隻角頭看第二隻角頭嘅方式，按用天隻角打開嚟嘅時節，就會帶定天隻角打開來喲。大家都成功嗎啊？唔得看，可開遊戲係咪當神奇啊？呀哈，現在轉到中心上嘅部下去，看下有乜嘅落鹹菜有關嘅可開原理喲。按個暗光黏呢哈，然後表十股長來。啊，這麼個我不用殺菇啊。殺菇長來呢哈，是鎮壓哈，看它裡面動密啊哈，就會發酵作用。老師，剛剛鍾老師說要等它發酵嘛，要發的
发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发中间有很多化学的一些变化，对不对？对，发酵的过程里面呢，也会产生一些酸，有些细菌呢，它也不喜欢酸，所以它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。那也可以达到一个杀菌的一个功能，这样。卤雞菜嘅時間，除咗會產生大家都啲嘅酸，同學啊，唔了同學啊，係會產生乜嘅東西咧？呀哈，演出嚟教一個遊戲咯。第一步，我準備一包麵粉，再過來咧就一包發酵，一隻藍色嘅夾麵腿，一隻空乾嘅，還有幾個嘢哦。同學有沒有看到桌上有這個酵母發粉？有沒有看到有點米黃色的粉末？這種活菌呢叫做酵母菌，它現在呢正在睡覺，它屬於休眠的狀態。那怎麼樣能夠讓它復活呢？加水，加了水了以後呢，它就活起來了。那活起來呢，它就開始要吃東西。從哪裡去攝取它的東西呢？從哪裡？這一包，對，小朋友猜對了，就是這一包麵粉。我們把酵母發粉把它撕開來，把它整個倒進去，和均勻。是什麼東西？把它馬殺雞，快點哦，馬殺雞。小心一點，小心一點。好，撈麵粉撈發酵攪拌嘅勻。麵粉還會加掉水，撈佢切咗麵團。哎，睇這個，開始動作咯！我知道了，大家拿一坨，然後把它摞好。你摞過半年？拿過來了啦。那個是提綱的。先把粉聚集過去，把水壓中間。你要換邊吧，另外一邊他們的那個。啊痛！你喺同媽媽聽書，還喺同阿婆聽書？阿婆，那你好，你好吃扮演嗎？我要。好吃了。扮演你好吃甜的還是鹹的？鹹的。鹹的啊？哦，鹹的好好吃啊。你在洗衣服哎？有。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觀察酵母菌在裡面發酵的情形。那首先呢，我們呢拿起桌上的夾鏈袋，每一個夾鏈袋呢裝大約半滿的這個麵坨，放進去以後再把它整個壓扁。我們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讓它能夠沉到水裡面去，然後過一段時間來看看它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。等下當先鋪張切好嘅麵團，讓佢塞到推嘅地度糜好來，讓佢傾扁。哇！大家都想一啲，定係會發生乜嘅事情呢？呀哈！現在攞大家嘅推嘅，帶到水缸底部去，佢發酵後，到底會有乜嘅變化呢？都沉下去了哦。老師，這我站起來了誒！哇！冇想到佢傾扁嘅推嘅，竟然一扎都膨起來耶！還個起點點呢？誒，我就有看到破樣嘅哦。哇，要站起來了，還有一個，那個站一半，為什麼要站一半？誰能站一半？但是我們過一段時間呢，他們應該都會發生同樣的現象。當真呢，一推嘅時間過後啊，同學嘅推嘅就一扎破起來。不過，應該變落去嘅係當中嘅麵團呢。因為發酵後就會變強咯。發酵做咗嘅成分係酵母菌，麵粉底度嘅糖類啊係酵母菌嘅食物。酵母菌食嘅糖類過後，就會分出產生二氧化碳，有皮膚嘅化學物質。入到二氧化碳啲麵團底度，讓麵團沖態。有嘅時節啦。麵團呈現體積變態，密度就會漸來漸細，前面你就會啲水底度破起來咯。
原来发酵后就会产生二氧化碳，表面同个体积冲太，安样啊就会伫水底度泡起来。接下来就会用香用嘅原理，本个结果嘢唔是喷自家就会冲太哦。将面团放到干嘅底度去，打定结果嘢，安样就做得咯。塞钱哦，你要塞钱了吗？我看好简单，一半可以。然后再加一个。高档货就是不一样。好可怜哦。不起来了。他的全部鼓起来。哦，同学有听到嘛？要泡黑马该。二氧化碳。哎，气球棒浮起来了。剩下2个。这个也在冒二氧化碳。有看到冇？睇大家结果嘅当叫做太起来呢，系咪当神奇啊？经过基本嘅游戏老体验，除咗好多都含在个果上，会产生发酵，发酵就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也蛮好多。加在度嘅时间就会变酒，但系因为粘贴话就会出水。故说啊，加在脱水嘅时间就会变到又酒又变。也就会了解，铺出干湿到水就会涨起来。系因为吃不嘅香味同水参考了嘅关系，虽然教游戏嘅过程出现众多情形，不过相信大家根本日平常有得到众多。天资条件嘅同学咪同书来教课啊，唔就会发现科学真嘅当好教当神奇嘅，叫个来得人嘅同学强下做，冇听错，唔就会下一集科学游戏嘅发明太王哦。右下岗高口红，联动国中。哪里熊啊得哟，海嘎路归来，心哪里熊啊得。